好，来继续来看2020嘉义朴地会。11月2日开始，连续10天，要伫中部向农会金兰分部来举办。现场是设置着8大主题馆甲红地区，透过这场的朴地会来展现着茶的风味。金箔进去了，木沉香进去了，水是用阿里山的泉水。好，现在阿里山的泉水，到底县长您是用了什么魔法，可以让这个水这么好喝？有加金木水火土所泡出来创意5型茶风味特殊。高山茶都嘉义朴茶会这摆以茶甲艺术做中心，将茶多元的展出透过艺术完全甲表现出来。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整个茶的特色。有的比赛过去得奖的茶农会在那边卖茶，所以要买到好茶，记得来嘉义普茶会。甘鼎阿里山茶米年产值超过70亿，这是嘉义县产值第1的冠军茶。这摆朴茶会集合优质的茶农甲各种的茶文化，有茶室馆、茶术馆等等多元的主题馆区。好去到现场民众更加了解茶文化、甲茶产业，过赛体会比赛茶、甲做茶沙文等等的趣味活动，好身心感受茶先情甲趣味。